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 YouTube 頻道，我係 Bobby 仔。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講下量子糾纏係乜嘢。網上咧可能大家都見到好多標題話，學咗量子糾纏係會改變你嘅人生，聽落有啲誇張，係咪真係咁神奇？今日咧，我就會帶大家去了解量子糾纏點樣影響我哋嘅世界觀、科技發展，甚至日常生活嘅決策。咁量子糾纏究竟係咩？簡單嚟講咧，佢係一對粒子之間嘅聯繫。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啦，如果你有兩粒特別嘅色仔，一粒喺香港，有一粒喺月球，你喺香港咧就擲出6個點，月球嗰個色仔咧即刻咧就會出現1個點，因為咧佢哋係糾纏咗，總和咧永遠都係7個點。呢個反應咧係即時嘅，唔使等光速傳到月球嘅。完完全全咧係超越空間限制。愛因斯坦當年聽到呢個現象咧，就叫佢做鬼魅般嘅超距作用 （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喺1935年嗰陣時咧，佢同波多爾斯基羅森就提出 EPR 悖論，想挑戰量子力學，覺得世界就唔應該咁奇怪嘅，認為世界係冇超距作用。但係到咗1964年約翰貝爾嘅實驗就證明咗量子糾纏係真係存在嘅，而且喺1982年有個法國物理學家阿蘭亞斯佩克佢嘅實驗亦都再次確認推翻咗經典物理嘅定域實在論。粒子嘅狀態唔係一早就定好嘅，而係測量嗰陣時先正確定嘅。呢個就叫做波函數塌縮。2017年中國嘅墨子號量子衛星亦都成功喺1200公里距離實現咗太空量子糾纏分發，證明呢個怪嘅現象唔單止係喺實驗室，喺宇宙環境都可以證實。呢個突破就唔單止係一個科學大躍進，仲改變咗好多人對現實嘅認知，影響世界觀，仲推動咗科技革命。例如全球量子網絡點解改變人生？因為佢令到我哋意識到宇宙係比想象中更隨意嘅，而且未來通訊可能會更加安全，人生觀都要改寫啦。量子糾纏就唔單止係物理嘅現象，佢仲顛覆咗我哋對世界嘅假設。喺牛頓時代，宇宙就好似一架大嘅機器。當時嘅認知就係，如果初始條件係定好咗，就可以預測一切。但係量子糾纏就話俾我哋知，世界係遠遠比想象中複雜。粒子狀態係要測量嗰陣時先正確定，呢個叫觀察者效應。好似現實同你嘅觀察係有微妙嘅關係。呢個唔係話你嘅意念係可以控制宇宙，而係測量過程係影響結果嘅。咁對人生係有咩啟示呢？首先佢教咗我哋去接受不確定性。人生就好似量子粒子咁，係充滿可能性嘅。直到你做咗選擇，先至塌縮成一個結果。量子糾纏仲提醒我哋，萬物係聯繫嘅。糾纏粒子即使分開咗好多光年依然係互相影響。人生亦都係你同朋友家人、同事嘅每一次互動都可能有意想不到嘅方式影響未來。物理學家大衛波姆嘅穩秩序理論裏邊就話，宇宙係一個整體，量子糾纏係證據。呢個哲學視角就教我哋用開放心態面對人生，要珍惜聯繫，因為世界係比想象中更加豐富多彩。咁量子糾纏係點樣改變我哋嘅科技同埋生活？第一個應用係量子加密通訊。量子糾纏係有不可複製原理，任何竊聽都會破壞糾纏態，即係會被發現。中國墨子號衛星喺2016年實現咗太空量子密約分發，證明係可以建立絕對安全嘅通訊渠道。所以喺未來大家嘅銀行交易WhatsApp 信息可能可以用量子加密，係冇人可以偷聽得到嘅。其實亦都有初創公司喺度研發緊，預計2030年量子加密就會普及化。第二個係量子計算。
嗱，而家傳統電腦咧係用0同埋1，但係咧量子電腦咧係可以用量子位元嘅，同時處理0同埋1，靠呢個糾纏咧就實現呢個超高效計算。喺應用上咧，佢咧係可以加速呢個藥物模擬啦，例如加快呢個抗癌藥嘅開發時間。物流咧亦都可以優化，到時咧就可以慳到油嘅錢，亦都咧可以提升 AI， 咁令到咧譬如手機助手咧就會更加叻、更加聰明。嗱，跟住咧第3個應用咧就係量子隱形全態。喺1997年奧地利嘅科學家安東塞林格團隊咧就實現咗光子全態，將量子狀態咧傳送到另一粒子。雖然唔係傳到人體，但係就為量子互聯網鋪咗路啦。未來全球嘅通訊可能可以氣光纖，用衛星傳量子資訊，速度係會更加快。下載電影可能幾秒就搞掂。有大學亦都喺度開發緊呢個糾纏顯像演算法去幫助呢個分析量子系統。話未來可以模擬電池材料延長手機同埋電動車嘅續航力，係非常實用嘅。另一樣嘢都喺度講講，大家有冇試過同朋友心有靈犀或者靈感爆發嘅時間？有人話可能呢啲都同量子過程有關嘅，不過其實係未有科學證據呢個意識同埋靈魂係用量子糾纏。網上有啲片可能誇張咁話量子糾纏證明靈魂，但係冇科學根據嘅。科學嘅態度係要驗證嘅。現知光合作用同埋鳥類導航就真係有量子效應，顯示生物系統係用上呢個量子現象。所以未來呢啲研究或者可以解開呢個大腦謎團，啟發 AI 變聰明，但暫時仲未證明到係同靈魂有關嘅。不過已經證實咗量子糾纏係可以影響我哋嘅日常生活。第一，大家要接受不確定性，因為量子世界係用機率描述，人生亦都係唔可以完全預測到嘅。我哋要學識去接受不確定，專注當下決定，咁就可以更加從容。第二就係珍惜聯繫。量子糾纏顯示粒子互動之後係永遠有關聯嘅。人生亦都係，你同同事朋友嘅每次交流可能可以改變人生軌跡。第三就係創新思維啦。量子思維鼓勵接受複雜性同多種可能性，喺職場都係有用嘅。量子嘅概念就可以令管理層更願意去嘗試創新嘅方案，視失敗為可能性之一。咁喺公司呢種思維係可以幫助團隊更加快適應呢個變化。量子糾纏仲教我哋觀察者同被觀察嘅互相影響，應用喺溝通方面係可以改變態度同埋改善呢個結果，例如化解家庭爭執。所以量子糾纏唔單止係物理概念，係改變大家思維嘅工具。佢教我哋世界奇妙複雜，聯繫緊密，鼓勵開放心態去面對不確定，要珍惜互動，勇於創新。唔係做物理學家，呢啲概念都係幫到大家喺生活工作、人際關係有新嘅視角。隨住量子計算、通訊嘅發展，未來生活係會有更加多嘅驚喜，例如更加安全嘅網絡、更快嘅藥物研發。所以大家如果下次聽到量子糾纏就唔好怕複雜，你可以話我知道，佢唔單止係粒子聯繫，仲改變緊我哋嘅世界觀同埋科技。好，希望大家覺得今集內容對大家有啟發。我係 Bobby 仔，我哋下一集再見，多謝大家收睇。